咁我想請問，所謂嘅 collapse 咗話個經濟體 collapse 咗啲咩？即係啲人餓死晒定還是點樣咧？係啦，即係餓死晒。如果你睇 OpenAI 就餓死晒啦，個個掛住講，可能係講一啲好高層次嘅哲學啊咁樣樣，佢就話應該係咁嘅，唔應該做乜嘅，唔應該做乜嘅咁，到頭嚟全部人都餓死晒。但係就好少罪案率，好少罪案率。不過呢個有啲失實嘅，因為7日應該餓唔死人嘅，7日係頂得到嘅。嗱唔係啊，嗱點解要用 AI agent 去模擬咧？就係將人類嘅嗰個生命歷程壓縮啊。OK，因為 AI agent 係可以 execute 得好快嘅，譬如話 AI agent 過一日可能等於我哋過10年㗎。我明啦。係，所以喺現實世界佢就 run 15日啫，但係其實入邊可能個 SimCity 已經係嗰個時間線係咁跳㗎啦，即係我哋玩 SimCity 都可以快轉㗎嘛。即係總之佢係會死晒一啲人咧。係全軍覆沒嗰隻，全軍覆沒嗰隻。咁呢樣嘢同譬如話當我應用緊嗰個 AI agent 嘅時間，佢有冇啲咩 implication 咧？即係我作為一個普通嘅用家，原來我用唔同嘢，我可能有個原來就會好 take risk 嘅。即係譬如話頭先你提到好似 Gemini 係嘛？Gemini 係混亂啊嘛，但係就繼續存在啊嘛。係。咁變相就等於我用 Gemini 去產生一啲答案，或者我同佢即係叫佢幫我做一啲嘢嘅時候，佢可能會做一啲比較出貓啊，或者係會製造我哋定義所謂嘅製造麻煩啦。咁但係佢就可以令到嗰件事 long last，可唔可以咁理解？可以啦，但係同時咧，亦都要有一啲即係要注意嘅地方，就係咧嗰個實驗咧進行咧係指某一個大數據語言模型嘅某一個版本啊嚇。咁隨住時間嘅過去咧，新嗰啲版本咧，可能佢哋個 guardrails 即係佢嗰啲防範規條咧又嚴謹咗嘅。咁但係咧就係最主要即係呢個實驗咧，最主要就係話睇下 fundamentally 最基層上面究竟每一個大數據語言模型入邊個思維模式係點樣樣。或者係一個比較上嚟講係即係罐頭式嘅形式，喺嗰個 particular 嘅版本入邊罐頭式嘅形式放出嚟嗰一下，究竟佢哋自己係點去 behave 去演化？因為一個大數據語言模型咧，佢 run 一個城市嘅時間，佢都係同緊人，即係嗰個城市入邊嘅人民做緊一啲 interaction 噶嘛。即係嗰個城市人民佢本身嘅生活習慣或者係文化，可能都會影響呢個大數據語言模型佢嘅治理嘅時間嗰個成效係點喎？咁如果譬如話佢應用喺美國紐約做一個參數啦，咁有冇將呢啲文化嘅因素擺落去咧？或者如果原來呢一個 AI agent 佢擺落去中國呢種文化或者一個儒家思想底下，原來產生嘅效果可能完全唔同喎，咁樣。係啦，所以咧，你就帶出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啊！其實咧，如果你話係拎翻同類型嘅實驗落去放翻落去我哋 DeepSeek 啊，或者係 Kimi 啊，或者係去Minimax 嘅話咧，可能出嚟咧係會真係零罪案率之餘咧，係發展得非常非常之蓬勃，都未定，即係有少少類似Anthropic 嗰個 model 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待我哋嘅好多AI 嘅研究人員啦，係去即係繼續發掘啦。點樣去製造一個最優化之餘，即係又聰明得嚟又守規矩嘅一個人工智能嘅模型。